而家大家睇到咧，就係呢個北京市郊嘅秦城監獄，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嘅書記員呢，就係嚟到呢一度將起訴書嘅副本咧係交俾臨江集團裏邊10個被告噶。而家睇到第一個接受起訴書嘅咧就係江青，佢嘅神色咧就好似有啲緊張，咁但係咧就好細心咁聆聽起訴書嘅內容噶。而家就係佢簽收呢個起訴書嗰個情形。咁當書記員問佢要唔要委託律師辯護嘅時候咧，江青咧就係話需要噶，因為咧佢就係有病，咁到時咧希望咧係有人咧可以代佢講話。咁江青又話咧要揾檢察廳嘅人員咧係同佢談話噶。咁佢話就算有人同佢辯護咧，佢仍然咧係要同檢察廳咧係作進一步嘅商量。咁江青講嘢時候